带大家来关心一桩意外，这是花莲寿丰的平和村，今仔日透早发生一个死亡的火灾。这是一间铁厝导火，内底4个人全部拢过身去。有民众是质疑这水灵车来了上过头慢，也那消防局是回应讲是报案的人来报唔到位。目前这事故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。 遭到火场的这个女子伫咧厝外靠话讲，为什么消防车也未来？因为包括伊的爸母顶一个火4人，也搁伫咧厝内。厝边头尾也质疑消防局救灾速度有问题。他们12点多打给消防队，就消防队1点多，可能快1点半才到。为什么那么久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对啊，重点是来的时候可能平常训练也不是很精实啊。 告知他说人在哪边，他也不要喷那边。这件火警发生伫咧16透早12点23，寿丰乡和平村的市区一间铁皮厝，唔知什么原因导火。消防局讲是报案的民众和因的地址唔对，因到现场了就赶紧拍火，不过已经有人不幸死亡。第一时间指挥科受理的地址其实跟这边。 跟他这边现场实际的地址其实是有落差，包括远景也都没有找到。或许是在报案的时候，可能因为紧张并没有描述清楚。这件火警总共造成4个人死亡，包括厝主70几岁的爸母，也有伊的阿姨甲小妹。厝边讲这个地址有问题，不过公家拢无解。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地址在哪里？为什么会找不到？你们的住址？因为我们这里是平和市区42至32号。可是这里的地址应该是共和村。户政事务所也知道有这件事情，但是迟迟没有重新规划，把行政区域再重新规划，然后门牌重新编制。公所讲，这个所在本来有平和村加强和村，不过因为30几年前做大水，有一寡强和村的大户搬去平和村，不过门牌也是旧的。会赶紧协助民众维分户政资料，也斗相共申请双庄加慰问金。对于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，也搁等待调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